台中乌里有民众指控讲，厝里的印尼看护虐待老大人，伊有向中林公司来反映，也毋过这间公司说讲这是看护个人的行为，所以家属只好提告。台中市政府甲警方启动调查，上最后是当罚看护甲业者45万。已经超过80岁有阿兹海默症的阿嬷，倒伫厝里的眠床顶，负责甲照顾印尼籍看护，煞是凶甲伊乌白拍，阿嬷疼甲哀哀叫。住伫台中乌日的杨小姐，今年3月透过中人请着看护来照顾阿嬷。这个月初一，原底因为袂记得敢有甲阿嬷注意倒数，调监视画面出来，才发现到这件代志。他会就是打阿嬷头啊、脸啊、胸口啊、脚啊、肚子都有。中介回我，这是看护的个人行为。中介公司完全没有责任吗？那人不就是从你们中介公司出来吗？怎么会有这样的答复？家属指控今年3月请到外籍看护有真侪间乌白拍阿嬷的代志，事后中人将看护带回去，说是连一句回事咧都无，所以家属决定要报案提告伤害。伫咧中华的中人公司并无对外说明，因为台中警方是已经展开调查，而且将看护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老妇人疑似遭看护伤害案件，立即受理并展开调查。另外，依职权通报台中市政府社会局。有关嫌疑人涉案部分，本分局近日调查完毕后，将函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。他如果没有善尽管理责任的话，是依就业处罚6到30万元。那另外外国人的部分的话，他最重的话是会被限免出境，然后不得再于中华民国境内工作。台中市劳工局甲社会局嘛拢启动调查，若真正有虐待行为，这个看护是涉犯老人福利法，会当罚3万至15万块。除了面临刑责，嘛爱强制出境。袂当过来台湾食头路，因若中人公司是涉犯就业服务法，无尽到管理的责任，会当罚6万至30万。所以来市府嘛协助家属来申请照护哮喘服务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